由市长委托主持，包括地下河川局局长谢明昌、立委郭国文以及水利局长区中川等地方人士，拢共同为嘉义海埔治理工程来祈福，希望中央甲地方合作，来为当地野顶等地势较低4个里来加强排水。一动土，开工顺利；二动土，动土平安；三动土，一切圆满祥和。原来是土堤，原来宽度这个排水是宽度只有4到8米，现在已经要改善为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堤防，而且这个宽度也加大为10到12公尺，这样子排水量会增加，而且也可以保护这个堤不会因为水冲刷而崩堤，崩塌掉。所以呢，我们很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质完工。咱就是用系统性的治理，把这个河川的迄个断面来拍垮，咱的迄个挖菌生伊的迄个地床，另外咱的沿岸的一寡迄个桥梁啥，咱该拍开起来。这个用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治理的方式来解决咱即马这个海埔排水的问题。我相信在咱经济部、地下河川局，咱和市府共同努力、共同努力之下，再加上咱的委员、甲咱的预算做一个争取，咱整个的规个治水，咱会做了愈来愈好。当土过后，该排水工程以及整个200公尺跨度将增加到12米，高度将加悬到3.5米，以减碳甲生态减法，希望打造兼顾防洪、生态甲交通的治理建设。总经费6050万施作以后，第2、第3期大约2亿1千万的整治经费嘛拢规划完成，将持续争取中央核定。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